官，你前日喺大佛口打嗰場交啊，真係精彩啊！你就係打通街梁家啦嘛？師爺啊，好話啦。從來唔知米貴，辦事都要攞威。元彪以為自己打通街，其實係佢老豆荷包暗啞底，正一係敗家仔。冇打，精彩，真係似模似樣喎。物有所值啦，咁仲唔識做？係嘅。敗家仔係講佛山寨先生少年時候點樣學武藝，點樣追隨黃華寶同梁二梯。我哋示範你哋下日啊！敗家仔，大導演洪金寶為拍此片，橋段度爛心肺，唔理製作費，只求威威，使錢多都冇計，足1年先至拍完呢部敗家仔。我諗過噶啦，費事你透視啊！一隻手得啦，打拳過嚟啊！你冇事啊嘛？你做咩打落我鼻度喎？又係你叫我打你嘅？冇錯啦，上傳詠春嘅八手咧，係由八爪魚嗰度變出嚟嘅咋。佢仲飾演黃華寶，性格大癲大閉，武功又夠架勢。阿爹好嘢喎！放下，放下咪放下咯，使乜咁大聲啫？好嘢咪好嘢咯，使乜咁大聲啫？敗家仔林正英飾演梁二梯，佢反串花旦，追死好多男仔。火燒戲棚，梁贊同佢互相提攜，同舟共濟，終於收咗阿贊做徒弟。陳芬琪飾演一個皇孫子弟，以為自己打遍大江南北，冇人夠佢揮，皆因佢老豆有權又有勢，暗中將啲高手剷除，佢仲懵閉閉。唉，又係一個敗家仔。手段先殺咗嗰啲高手。嗱，兩個敗家仔而家喺埋一齊，大家都講認低位。哇！咁搞法，遲早有一個累低。敗家仔係嘉禾公司本年度嘅超水準巨製，你唔信咩？嚟睇啊！千祈咪走雞。最驕人製作80年代超越時空科幻巨片《新蜀山劍俠》，嘉禾公司投資3000萬元，用2年時間將蜀山搬上銀幕。為咗營造
連串山崩地裂、飛天遁地嘅場面，更特別邀請《星球大戰》金像特技大師羅拔貝勒親自嚟香港，領導幾十位荷里活特技專家，包括電子世界爭霸戰同埋星空奇遇嘅特技師，精心炮製空前嘅視聽效果。名導演徐克喺事業踏入新高峰嘅時候，加盟嘉禾執導本片。新蜀山劍俠嘅演員陣容亦係空前咁墟冚。被譽為中國第一美人嘅林青霞飾演瑤池仙寶寶主，親身空中飛人拍攝驚險鏡頭。既然係緣由天定，點解你要嚟告別啊？既然係緣由天定，點解你又出嚟見我呢？國際名演員翁倩玉喺呢部電影裏邊飾演女神李易祺，雍容華貴，投射出脫俗美感。鄭少秋飾演大俠丁隱，元彪飾演狄明琪，年輕活潑，得人中意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哋衰魚啊！洪金寶飾演長眉道人，一位為咗維護正義不惜任何犧牲嘅絕世高人。佢係邊個啊？呢個叫做血影神魔，頭先嗰個係佢嘅假身，叫做血神子。唉，我講乜你都唔明噶啦，你自己搞掂，我走先啦。特技、奇景、巨星，偉大嘅三結合。今日輪到邊間啊？試下九龍城揾間啦。唉，悶啲啊！又去九龍城，呢個禮拜去咗4次啦。咁你出聲咩？今日咗呢度啊！我買飛去嘉禾醫院睇5點半，費事人趕餐死㗎。好啦好啦，快啦！行啦。文珠，謝夫菜，文珠，菜。我用中國嘅道德倫常嚟同你講，所謂五倫呢？阿 Sir 啊，我睇到你老婆同個肥佬截枕啊！咁我咪即係大陸網？係啊，就係呢頂咁噶啦。肥隊，我叫歐瑞強，係佢老公，婚姻註冊號碼 AA260111。飛哥頭佬，我叫伍嘉廉，身份證號碼 E726541。蚊子係我初戀情人。初戀情人？當時你幾多歲啊8歲咯。哎呀，8歲唔係初戀，係幼稚戀。細個乜嘢叫做戀？我哋知唔知？遙遠公路，無盡的風景迎入車窗，雲在不經意牽引着這正走水啊！水啊！仍能情深一再會面。哎呀，你哎呀，我個
頭啊，好痛啊！哎呀，唔係好痛啊，係好乜痛呀？哎，喂啊！地在跑道係捉無料到，睇嘢啦！睇。喂，肥佬啊，你以後唔使當差啦，跟我撈得啦。你話跟就跟㗎啦。跟唔跟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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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啦嚇。睇下行啦，喂諗啦，實搞掂嘅。掀起了萬里。咁論盡㗎，扶翻佢啦。搶嘢啊！搶嘢啊！俾我，手塞住你嘅！喂，搶嘢走！遠公路，無盡的風景迎入車廂。來不見牽引着這眼睛走遠。經過無數辛酸，仍能挺身一再互勉，再共你面對，抹掉這淚水。今次我係警方做件警方唔可以出面做嘅事，所以揾你哋幾位最唔適宜做警察嘅警察嚟幫忙。如果做完之後，你哋每人一次過可以攞25年薪水。至於做啲乜嘢，你哋暫時唔使問住。大家仲有咩問題？有嘅即管提出嚟。好，既然大家冇問題，我哋出發啦。唔該你教我點樣先可以挺起胸膛做人啊？咁任何一個高手都有破綻嘅，睇你揾唔揾到嘅啫。真係好難揾個嗬。開心的跟你任喂，我開翻燈啦喎，想點啊？尋求明日，為咗表示清白，我證明與此詭計無關。你哋隻手做咩啊？我哋呢次係當交場朋友，當我哋5兄弟醒你嘅，好裝點都要洗住先。喂，唔好玩啦！要與你一起好衰㗎！